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说无遵守人道走廊停战协议，竟然去攻击民众，甚至毁害18间的病院。根据调主计总署统计讲，今年1月6日平均薪水有44300，不过学者认为这寡字是好看的，事实上真侪人薪水拢去互钱面部吃掉。南韩上届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尹锡悦也对手0.8%的这个得票率当选总统啊。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2礼拜，伫7日的时阵，这乌克兰、罗西亚还有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因伫咧土耳其举行3方会谈。这届会谈敢有法度改变结果呢？目前是也唔知影。不过罗西亚伫咧会谈的前一天，搁在违反到人道走廊附近就要停战的协议，甚至去攻击乌克兰的这个病院。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就批评讲，罗西亚的行为背书就是要甲因种族灭绝同款，是搁在呼吁欧盟就要加强制裁，8月的部分也要赶紧伫咧乌克兰顶头塞紧背去。见到玻璃是规个炸甲脆糊糊。乌克兰甲罗西亚找到才达成人道走廊附近停火1天的协议，不过都还未1天的时间咧。罗西亚军方是搁一届展开攻击，而且还搁轰炸病院。防空袭的是南部的城市马里坡的一间妇幼病院，常常拄到大爆炸。有的民众虽然是走有出来，不过也是真惊吓，大声咧吼。毛医护人员的衫柜拢是火，都爱由军人甲伊斗包空吹。还佫有新的负责人，老火未输水泵山是真严重，救援的人员用软桥甲伊扛出来。这场轰炸唔但甲病院是炸甲糊糊，涂骹还佫炸出2站漏气的坑，而且佫造成至少17个人受伤。Авіабомба на пологовий будинок – це остаточний доказ того, що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геноцид українців.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初到强烈谴责罗西亚军方甲病院空袭，呼吁欧洲爱加强制裁罗西亚，而且佫一届要求北约爱伫乌克兰设立禁航区。If you are united against the Nazism and this terror, you have to close. Not me. Don't wait me asking you several times, a million times, close the sky. No. 泽连斯基指出，北约若佫唔动作，恐惊还会有佫较侪人因为罗西亚军方的空袭来死亡。隔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嘛指出，罗西亚军方入侵到达，至少发生18件攻击乌克兰医疗设施，致使几10个人伤亡的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烦恼讲，战争除了致使大量的伤亡，在战区欠水佮无电的情形之下，还会引发传染病等卫生危机。目前马里坡已经出现太平间满啊无地藏的情形，这尸体敢若会当用塑胶袋甲包包咧，全部带对土地去。若伫咧首都基辅，乌克兰军队找到对抗罗西亚的攻击有成功，互部分的百姓会当持续脱离。根据泽连斯基的讲法，找到这一天，包括基辅、苏梅等冲突的地区，已经有35000人经过人道走廊离开。乌克兰军队7日会继续来拍拼，疏散马里坡等所在的民众。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讲到这场战争，这西方企业也开始抵制罗西亚，让罗西亚的民众生活变甲真无方便。不过，罗西亚政府却是封锁消息，暗藏事实。这百姓无法度理解讲，为什么因爱受人抵制？因国内开始有民众认为讲，这拍乌克兰的行为是正确的，甚至开始有民众挺政府的做法。麦当劳宣布，伫要关掉俄罗斯境内847间分店了后，国门市的人无减少，看出来早就侵入一寡消费者的生活中，关店确实有影响。Неправильн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было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доступное для меня место, чтобы поесть, а теперь некуда идти. Переживаю о том, что Макдональдс закроют. И я считаю то, что спасенные жизни намного важнее, чем麦当劳关起了后，肯德基、星巴克、可口可乐这的快餐饮料业者，小连续宣布暂时退出俄罗斯市场，表达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不满。乌克兰外长进一步点名，焦森、汉斯、普利斯通、贝奈利、横滨联泰等，还佫伫当地营运的50间大企业，表示因伫当地缴的每一仙营业税，拢会互用伫战争出来无辜。俄罗斯央行是宣布限制外汇兑换，总统普廷授权政府禁止也是限制产品的进出口，保证工业、农业持续运转。莫斯科当局严格媒体的言论管制，一寡俄罗斯民众并无理解西方的态度转变，颠倒激发见到民族的意志挺政府。Просто неприят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акое к нам все. Ну это мягко, если сказать.
И за что так поступают, сами непонятно. Никто не хочет этого специально. Просто если она закрывается, пусть закро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буду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здесь. Люди просто станут здоровее, вот, не будут есть эту еду. Мы как бы в Макдональдс не ходим, но вот ребенок сегодня попросил. 俄羅斯開往烏克蘭的戰車頂，一寡攏有插英文字母 Z 也是 V。俄羅斯國防部解說，這兩字分別代表勝利加真理的力量。Z 甲 V 說變做愛國攻擊分子支持普廷，挺伊對烏克蘭發動所講的反納粹特殊軍事行動的代表。但是感情面同被逼佇世地排 Z 字引起正人批評。俄羅斯體操選手庫里亞克佇杜哈體操世界盃摕到雙冠銅牌，頒獎典禮特別甲行政國會大 Z 字去國際體操總會紀律處分。公司新聞是會中編譯。根據着咱國內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講到講1月領到薪水平均起來有44,369塊，比去年增加2.91%，這是11年來上界懸的數字。若准扣掉這物價影響一寡因素以外，這勞工平均的薪水有到4萬元以上，年增率有0.06%，恢復是較正成長的。主計總處表示，講是受到基本工資有起，抑個一寡企業有調薪水所影響。不過有學者認為，講一寡數字攏是騙人的，真濟人攏領無到4萬塊，就算有加薪水，也是受到錢變薄影響。是月薪人員的話，我們的起薪是3萬2。美國式嘅餐廳要招餐飲服務人員，開出3萬2嘅月級，另外還有專勤加考核嘅獎金，一個月薪水有到3萬7。每半年都有機會可以調薪，調幅大概1000到3000不等。還有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被因營業度比幹部，開出3萬至3萬5嘅薪水，這一塊薪水是攏無到4萬塊，不過也是有袂少人來應工課。我不是社會新鮮人，所以呢，低於4萬塊，我覺得可能我會再考慮再試試別的機會。我們起薪是30K，然後至39K，含獎金的部分最高可以達年薪大概50萬左右。我們在業界來說，基本上是在均值的。這是餐飲百貨業實際開出來薪水的條件。不過，主計總處公布今年1月份工業甲服務業紅請的員工經常性的薪水全體平均是44,369塊，年增加2.91%。起的幅度是11年來同月份的新高。另外，若是物價影響掠外，實際上經常性的薪水嘛有41,854塊，年增加0.06%，總算恢復正成長。基本工資的調升以及廠商的一個年度調薪的一個影響。主計總處強調講，1月份總薪水增加的幅度較大，主要是因為今年大部分的廠商攏集中在1月份發年尾的獎金。不過學者批評講，這個數據離實際情形是差相遠。台積電的平均薪資是180萬呢，那他那個就把那個低薪的2萬4、2萬5的，就拉高很多，平均數啊絕對會騙人啦。主計總處嘛講，受到羅西亞甲烏克蘭戰事的影響，物價是大起。2月份到3月份薪水的成長，敢會超過物價起的幅度，也要觀察。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羅西亞甲烏克蘭兩個相戰，也讓國際就又會繼續大起。也因為國再加上這物件起價壓力，央行總裁楊金龍在去立法院表示，講咱國內物件會起價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疫情造成欠貨，第二就是石油起價。也講咱台灣有輸入性的通貨膨脹壓力確實有增加，不過台灣的經濟基本面是評比國家較好，所以咱台灣是袂出現死水性的通貨膨脹。國內物價是直直起，民眾是叫苦連天，加上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的衝擊，嘛互外界煩惱講，國內通貨膨脹的情形會愈來愈激烈。早起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在立法院表示，最近雖然消費者物價指數有超過2%，不過甲其他主要的國家來比，國內整體物價看來還算穩定。央行因為不希望民眾對物價上漲，所以說才不願意承認國內已經有在高通膨的經濟狀況。一般來講，這個通膨我們只是說是物價的上漲比較壓力比較高了。我們如果說去年1.96，我覺得是還好啊。相較於其他的國家，你看美國是5點幾%，歐洲也是一樣，英國也是一樣。我們過去2008年，我們台灣的一個的物價3.5來比較的話呢，2% 應該是還算是。楊金龍表示，國內物價這波起價的原因，一個是因為疫情造成供需的落差，港口運作慢；過來是油價起價造成的。因為羅西亞甲烏克蘭兩國，唔但是能源，嘛是密切的出口國，戰爭確實致使主要的物資繼續大起。台灣面臨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確實可能會增加。
不过台湾经济基本面也是好的，所以袂一直掉伫通货膨胀的压力内底。因若因应通货膨胀，美国联准会上紧会伫即个月升利息，台湾敢会得咧安尼做，嘛引发各界关注。我们本身的5000多亿呢，我们在6月底之前呢，我们就会收回了。总裁，你是有逐步性的去进行货币紧缩的工作嘛？对不对？有。在这种比较动荡的时期呢，联准会不太容易说让你 surprise， 它都是会照它原先所规划的方式呢。接下去大概他们所规划的情况，3月份大概是1次。好，那今年大概原先是估计3次，那可能会比3次更多一点。我们台湾大概会适度的跟进。政府积极压差房，不过国内厝价也是直直起。针对这点，杨金龙讲，最近厝价起价是全国性的，中央银行房市管制措施确实也有精进的空间。其中包括针对起较济区域加强第2户的管制，或者是房贷时间的限制，拢是可能的选项。记者综合报道。公告人员退休制度有新规定咯，对明年7月1日开始，新聘用的公告人员退休金制度会变作是提拨制，设立个人专户，强制提拨的费率是15%，其中公务人员负担35%，政府负担65%，希望会当改善到年金的问题。公告团体也呼吁政府就要有相关的措施来应对，而且因反对第2届年金改革。行政院确定公告人员退休新制度，明年112年7月7日以后的新进公告人员退休金将由即卖的确定给付制改做确定提拨制，将设立个人专户，强制提拨费率15%，其中公务人员负担35%，政府负担65%。无论是基金财务安全，还是个人的经济安全，都可以达到永续。军人已经退休甲现职公务人员未受到经济影响，可见伊希望借此解决年金收支适合问题。公务人员也会当增加自提部分，上济国家5.25%。可建立自主投资平台，由退休基金管理机关设计无共收益风险的多元化投资组合，予公告人员选择。预估大约有14000到15000人适用。如果是以35年的服务年资来看，其实个人账户制有可能它的所得替代率会高于现行制度。也毋过，新制制度也代表即卖的具体公告人员的退休基金可能出现救水。草案也评定，若讲对原有退休基金造成冲击，将由政府分年半补无权支应。公告团体是同齐呼吁，爱做好配套，绩效基金也需要检讨。未来的新制度当然是多了这个的选择权，可是我还是强调嘛，你的基金绩效要好嘛。如果说你的基金绩效不好的话，那三种类型你怎么选还不是一样烂？没有人可以保证说所有的东西的一个投资不会有风险嘛。只是说，如果我们整个在监督的一个机制，还有在跟这些委外单位签订条约的时候，特别去注意到里面的一个内容，我相信这个部分才是细节应该去讨论，政府应该关注在这个部分。给收益保障新进公告人员权益，希望推动政府半步法制化，有明确基程甲进度，确保基金永续，表达坚决反对离厝年改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任何本土病例，不过有增加82个带病入境。另外，为着要鼓励咱国内的时段高去做疫苗，指挥中心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到4月初10，这65岁以上的民众，无论是要做第几档的疫苗，若准有去做，拢会当领到这500块礼券。伊才有礼券，1、2、3、4、5张，你今天打第3剂对不对？为着鼓励社会人做疫苗，为3月初10到4月初10为止，65岁以上的民众只要去做疫苗，无论是做第几档，拢会当摕到500块超商的礼券。我本来就觉得应该要打的，当然如果有500块的话，大家会更开心啊，对不对？政府鼓励大家做疫苗，国内疫情相对较稳定，过68天佫出现零确诊，初10无新增加本土的个案，这嘛是今年1月初1了后，国内本土疫情佫零确诊。1月3号，大家记得就是我们桃期第一个案例17230，开始之后，然后一直到今天这相对的传播链陆续的控制住，我想这可以让大家高兴一天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天一天的确确实实把疫情控制住。虽然国内本土是零确诊，不过目前感染源还咧调查的传播链也有2条，其中由高雄自助餐店甲旅游团传出去的浮空巴士一案，出现台南某一间病院的2个药师人员确诊。
甲病院内底甲航空巴士的接触人员采检了后，结果拢是阴性。这个案检测的期间要到3月2日。另外，湘北火锅店的团保链嘛要当伫调查当中。进一步的疫调是有发现说，药师跟这个复健病患有这个共用楼梯间的情形哈。那但是事实上有没有进一步的这些比较明确传染的接触，还要待厘清哈。不过现在预期就是说，可能定序的结果最可能还是同一个跟整个设计师到游览车这个序列是相同。没有面对面，其实也可以发生间接接触传染，尤其是在那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病毒在离开人体以后，在环境里面可以存活比较长的时间。目前国内疫情稳定，不过带病入境的个案却是日头增加，七十新增加82例，算是最近上济。但市长表示，边境的管制要是爱救护案，边境若要开放，爱较注意的要是伫咧厝内检疫，甲快筛感受落实。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咧骑奥多巴或者是赛车的时阵，定定拢有迄款后壁车甲你闪大拍灯，或者是驶真晚要逼你赶紧离开。针对着即款超工逼车的行为，未来会甲罚金对249元到36000，无驾照就去驶车的行为也对12000块，会增加到24000。相关条文伫3月底就要送到立法院审查，上计伫今年年底就当实行啊。原本正常驶伫高速公路，雄雄去互一只青色的发财啊，为外口时切入来头前，看安全距离无够，加速赶紧变换车道。不过这只发财啊又搁切过来，挡伫头前，3分钟安尼来来回回超过10届。去互国道的警察认定讲，这是恶意逼车，除了罚钱，还搁涉及公共危险罪。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了哦，开车会慢啊，然后一直逼得很近啊，按喇叭啊，甚至于跟你逼得很近，让我们感觉到心生恐惧这样。重罚哦，很像没有用，没有用，应该是在考试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恶意逼车的案件是未少，交通部已经伫2月初完成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要逼3月底进前送交行政院审查。除了提悬法条内底原本恶意逼车罚款的上限，为24000提悬到36000。恶意驾驶的行为，即嘛前列包括伫高速公路顶悬设环头、甲驶电动头向等等，拢明确列做是违规的行为。有些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面会有相关回车、倒车、逆向行驶这些驾驶的行为，这也是严重影响其他车辆的安全跟驾驶人的生命财产。此外，他如果有应该要负刑事责任的时候呢，会加重其刑1/2。另外，修法嘛针对无驾照驶车，将定累犯加重处分。驶车的人若是5年以内超过2届无驾照驶车，除了上重的罚款以外，嘛会当场禁止驶车，而且保管伊迄只车。交通部预估，修法若是有顺利，伫立法院三读，有机会伫今年底进前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未来的新规定，若准这驾照驶车去互吊销驾照的民众登考了后，这1年来轿车内面就要按周检索，若准无按，会去互罚到12万。高雄区监理所即马是全国走大成，除了伫考试的轿车内面按周检索以外，上界重要是要互民众知影讲，这考驾照进前就要了解到驾照驶车的危险性。来到高雄区监理所考汽车驾照，路考机关就车爱先奔访测敢有啉酒。道路考照前麻烦请你做个酒测以确保安全。请开始。这是高雄区监理所路考的新规定，嘛是全国第一个路考的车加装这个酒精锁，民众奔访确定无啉酒，车才会发动，互民众对考照开始就知影袂当啉酒驶车。宣导讲，即马若准讲你若有酒驾去用处罚了后，你若要开车，你就爱开这种有装的酒精锁的吼。我们互这考生会当了解讲，这个酒精锁的操作是安怎处理吼。因为啉酒驶车事故真多。109年3月实施酒精锁的制度，酒驾违规的民众一冬内爱开有酒精锁的汽车。即马监理所伫路考机关加装酒精锁，民众拢真赞成。不错啊，很好啊，对啊，因为毕竟酒驾啊，真的害了很多人。对啊，我觉得这个措施很好。这个要驾车嘛，你就不能喝酒啊，就
就要9次啊。监理所表示，酒精锁毋是可耻的项目，未强迫民众奔放。目前先伫高雄、屏东、佮台东3个监理单位试办，若是实行效果袂歹，会推广到其他的汽车驾驶训练班。记者陈嘉文、罗伟做高雄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这个月初6，伫咧台中市的兴中街，就一栋旧大楼发生火灾。也发现讲，这栋大楼是囤一寡废弃物、一寡物件，帮助这大火烧搁较猛。而且这款物件囤规景的情形是直接发生的，亲像伫咧台中的南区，也有一栋大楼就是安尼生。这毋但有公共卫生的问题，若种发生意外，恐惊是走就袂赴。对顶人的脚步行入去大楼，沿楼梯爬起哩，楼愈悬，臭味愈重。到第7站，差不多强要无法度喘气，规涂骹的粪扫甲回收物根本都无法度过，涂骹嘛拢照鸟鼠屎，楼梯口搁放雅士桶甲耐打，所以遮的住户逐工提心吊胆。逃生口有漏洞啊，我们也会怕。那时候房东的那个时候不会透露说这里环境很糟糕。这也是住进去之后才发现说，有老鼠、有蟑螂。楼尾顶的回收物冻甲敢若山咧，大部分拢真好倒的物件。若是1楼防火巷，嘛互回收物占半条路去。原本这个所在交通真方便，虽然是旧厝，毋过袂少投资客买入来睡人。住伫7楼的附近人囤真侪粪扫，毋但影响到公共安全，互投资的人嘛毋敢买。养了20-30只的老鼠，那4只狗，那老鼠跟狗是跟那个老妇一起睡的。那公共空间全部都是那个杂物。根据实价登录网站的资料，附近的先交单位1坪21万左右，不过这栋大楼刷伫12至14万尔，实在是差真济。所以市政府是讲要求行为人伫3天内家己爱清除。如未完成改善，将依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予以处分，并再次限期。届时若未完成改善，将邀集相关单位办理强制清除作业。市政府表示，因为这栋大楼有管委会占用的空间属有住户的公用部分，依照公寓大楼管理条例规定，就算住户占用公共空间，必须要先组织无效，才会当报请主管机关处理，也是诉请法院来处理。主题处表示，会督促大楼管委会加强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位新长者画家柯世宏，伊出面指控讲，这阵有客运的司机有6届唔载伊这种坐轮椅新长者，甚至是故意伫咧公车第一面头前安尼驶走。目前市政府已经甲业者罚2000块咯，只是讲这2000块，敢真正会当互司机来重视这新长者的权益咧？咱做回来关心。公车到站开门，考照画家柯世宏坐轮椅倚紧准备要坐车，想要到车门突然关起来驶走，所以柯世宏只好当机砸车。我要上车了，我要上车。告诉最后开门，也毋过甲新长者对话无友善，甚至带来放落塔帮。再帮我扶一下啊，不然上不去。我要走了。变车啦！台中考照画家柯世宏平时坐公车通勤，因过伊出面指控，任有客运经营的36公车已经有600记载状况，甚至也会拄到司机讲话口舌。他没有看到我啊，然后怎么没有？我身上怎么要挂一个牌子啊，说我要上车，他才会看到啊。我就听到一直有点伤心，就说我这么大的人你都没看到，而且我又不是没挥手。林友客运表示，这名驾驶应该是无注意到新长者坐车，毋是超过伊记载，也毋过已经对伊记过处分，未来会加强教育训练。台中市交通局指出，记载新长者查证属实，已经依照契约对业者罚2000，搁列入评鉴。我们从我们自己车上的影像看起来是，驾驶有看到乘客，但他也有靠站，但他可能误解这个乘客要坐后面那一台公车。那也在加强的在对驾驶这方面的教育训练。说除了罚则之外，我们也会透过评鉴的方式啦。那这评鉴方式会影响到未来业者请领补贴款的一些额度，所以这会透过这方式来让业者希望能够来对身障者进行一个服务。
客运业者强调，3年前就捌对驾驶定再送新奖者，每一位加发30块奖励金的鼓励措施，今年佫加提悬到200，相当重视新奖者坐车权益。柯世宏表示，伊也有拄过未少大心服务的公车司机，只希望驾驶会当加一点动力心。记者综合报道。大概伫花莲有一间新天堂乐园，进前是向停业，900名员工也烦恼讲这薪水会领袂到，外界也当咧风声碰影。新上任的董事长今仔日去到花莲，甲欠员工的薪水发咧，也强调讲规间公司会重新做调整。昨晖才去金门发大开红西亚上点价的薪水，董事长邱武文今仔日佫去花莲新天堂乐园。发120个员工2月份的薪水，拢总300多万，会直接汇入去员工的口座。不过员工的心情是真无共款。我目前的话就是比较倾向找新工作了，对未来生活比较有保障。这样，终于领到薪水，因为原本是说3月7号要发薪，结果3月7号我一直看我的户头就是没有钱。中心得到董事会支持的邱武文，一直甲员工会实礼，强调讲中心管理大开了后，会成立成财务的情形。未来会甲民间企业来合作，不过新天堂乐园未来敢是会继续营运，目前也无法度甲因挂保证。我们不是一个理发店，2个人，一个收钱，一个理头发，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卫生安全，我们的员工是不是要重新盘点？这绝对不会是一个说我们开门就开门的事情了。大概为财务跳票到争夺经营权，其中损害上大的就是员工。虽然还有部分的员工愿意留落来，不过已经有4成决定要离开。我们做了什么要被这样子对待？我们不认真吗？我们不负责吗？可是公司这样的相争，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新天堂乐园内底目前百货公司已经有袂少厂商离开啊 ，IMAX 影城嘛已经解约。敢若有外口的货柜 Starbucks， 还有大开心农店，还佫正常营业。不过观光客已经无像演过遐尔济，若要恢复较早家业的情形，恐惊是无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南韩上届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候选人温锡月，伊是赢民主党的李在明0.8%得票率，当选第20届南韩总统。温锡月伫70个记者会顶头表示，伊会创造就业，强化中产阶级，军事会加强，要来对抗北韩的威胁。恐惊这5年以来政策会变较保守。大韩民国第20届总统当选人温锡月，70早起按照往例前往国立县中院祭拜，随后召开国际记者会，说明未来5年伊的执政方向。 정부 주도가 아닌 민간 중심의 경제로 전환하여 일자리를 창출하고 중산층을 더욱 두텁게 할 것입니다. 우리에게 필요한 따뜻한 복지도 성장 없이는 지속할 수 없습니다. 另外交方面，温锡月表明当选了后，头一要见是美国总统拜登，第2个就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伊要尽力修复日韩关系，强化加美国、日本共同应对北韩，情报分享，也有国防能力，同时减少想过头挖靠中国。 국민의 안전과 재산, 영토와 주권을 지키기 위해 어떠한 도발도 확실하게 억제할 수 있는 강력한 국방력을 구축하겠습니다. 북한의 불법적이고 불합리한 행동에 대해서는 원칙에 따라 단호하게 대처하되 남북 대화의 문은 언제든 열어둘 것입니다. 现年61岁温锡月，去年才为司法界转正政坛。2016年朴槿惠的崔顺实干政案，都是温锡月主导调查。2017年，何文在寅总统提拔担任检察总长，也公开当时热门的总统代位接班人前法务部长周国用权力压服家己，尾啊个专换派系，以国民力量候选人的身份成功实现政党轮替。未来5年政策方向预测会变较保守，就连性别平等加家庭部拢可能面临废除的命运。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南韩的总统选出了后，美国总统拜登也亲身敲电话甲南韩新任总统温锡月说一声讲恭喜，而且温锡月也是在野党比较较活这个美国的外交路线，未来敢会影响到规个东亚的局势呢？甚至是含台湾甲中国之间有虾米款的变动，咱做回来关心。
南韩总统大选变天，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尹锡悦以无够1%的百分点来打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搁伫个尹锡悦伊宣布讲胜选的5点外钟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嘛敲电话来恭喜，外交部长吴钊燮嘛有甲伊恭喜。不如个尹锡悦的亲美路线嘛来牵满着东亚的局势。其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事务我们外交部最好是不要去做评论了哈。但是有关于韩国政局的变化我们会持续密切的关注，也会希望能够来推动我们台湾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尹锡悦是以素人的姿态来挑战总统的大位。伫个选前，伊就拍出讲要来恢复韩美的同盟，还佫有改善日韩关系。这个就亲像伫个美中大国内底来咧徛高平。伫个这边的选举内底，嘛讲是亲美甲亲中路线咧对决。即便是以无够1%来胜选，专家分析讲，俄乌战争嘛有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代表的韩国在这里面做出了他一个选择，那他的这个选择之后，其实他应该可以预期的是，他对中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韩国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表态的时候，应该可以让韩国重新的回到所谓的美国的这个东亚盟国的这个战线联盟里面。尹锡悦顺利当选，即马国会是共同民主党来咧换头，伫个上任了后，会来拄撞到头势新大的困难点。有专家分析讲，尹锡悦伊上台了后，会以内情为先，不过嘛袂因为亲美路线来徛高平。以韩国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来说的话，其实这样子的摇摆，不一定有逻辑可循。对，就说不管他亲中或者反中的话，韩国的中国政策跟韩台关系的发展，不一定是可以直接链接的。来甲比之现任的总统文在寅的亲中路线，尹锡悦的两韩政策会来建起甲北韩的谈判，并且提出新的路线图，会来加强美日韩的三脚督的关系，甚至会来冲击到未来的中韩关系，这嘛正受到注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头一个换心脏，而且是换trí心的病人，57岁戴比伫咧手术过后2个月，却是双向来过身。病医表示讲，戴比伫前几日伊的病情恶化，相关的细节会发表伫学术期刊。美国57岁查甫人大卫·班奈特，七八伫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过身。过身前几天，伊的身体开始恶化，医师拢非常烦恼。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无透露死因，表示会伫期刊发表相关结论。A lot of things happen when someone is deconditioned like that, and then has to go into, a fight for their life with an experimental procedure. I think it's an incredible feat that he was kept alive for 2 months and was able to enjoy his family. 2个月前，班奈特心脏衰竭伫死亡的边缘。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得到医疗监管机构允准，将基因改造的trí心移植到伊的胸腔内。手术了后3天恢复良好，会当家己喘气，搁以心肺机来帮助伊的心脏运作。医师表示，手术了后几礼拜，班奈特会当甲家人相处，顶个月甚至会当甲物理治疗师伫病床看美式骹球超级杯，也讲想要返去厝。We continue to be extremely optimistic that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olve this problem of the organ shortage and the fact that 6,000 people die every year waiting for a transplant through xenotransplantation. 班奈特手术了后，无随产生排斥反应，医师的trí心也正常运作1个月，已经是医学界的一大步。美国目前每天有17人因为耽误着器官会当移植煞死亡，伫咧等待名单中有超过10万人。医学界早已经朝使用动物器官进行遗体器官移植方向前进，用猪的心脏瓣膜移植已经是真普遍。班奈特10年前就接受过施入。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讲到日本福岛进前发生核灾，到今已经经过11年啊。迄当时离开民众，即马有一部分开始转到一个伤心的所在。当地政府为着要解决当地用电的问题，即马也使用太阳能发电，甚至有企业和政府合作，等咧研究讲要用氢气来发电。这是福岛核电厂当咧进行废炉进前准备工作进行。电厂所在的大型艇北边，同款是外海的龙岗艇，原本是福岛第3核电厂的预定地。核灾了后计划作废，加方用来安装大批的太阳能板，作为未来新的发电来源之一。
灾变发生的2011年，福岛县的再生能源占发电的比例大约24%，2020年提升到4成。当地政府的目标是伫2040年，让福岛县成做完全使用再生能源发电的所在。赞成的民众认为，安尼会当避免重大灾难，让大家伫安心的环境使用能源。有什么问题，也会当就近甲发电业者沟通。やっぱり地元で、どのように電気が作られているか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すぐ分かりますので分かりやすいので、まあなんでしょうもう安心という意味では本当に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无论是龙岗町还是隔壁的甲尾村，甲石井想法无共的嘛真侪人。新乡台再生能源代表以后爱付出更较侪电费，面对唔知影未来民众心中免不了烦恼。まだまだその市民の意識がですね、まだ変わってな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福島県でさえ、原発事故があった福島県でさえ、市民の意識はそんなには変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感じ。除了太阳能，也有业者投资研发氢电料，希望有一天会当取代汽柴油，成做车辆的动力来源。业者指出，未来氢电料也可能转做发电用途。11年前，互全球拍着镜的核能灾变，互福岛甲全日本失去重要的电力来源。辐射污染也互大多数的居民被迫离开家乡，到各地找找大的所在。随着核电厂废炉工作继续进行，日本政府也推动互福岛人重返故乡的政策。生活所需要能源、环境的安全性、民众敢会当转换心情、建设新生活，拢是需要面对的课题。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俄西亚和乌克兰烧战，这影响到台海局势。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伫立法院表示，若准台湾甲中国真正拍起来，大家拢会真凄惨。就目前的了解，中国解放军无特别调动，国安局也是头一届对外表示讲，中共军机3月7日伫南海发生事故，搁伫咧附近海峡发布禁航区进行搜救，将有可能是趁罗西亚和乌克兰伫咧烧战的时阵，用来测试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忍受度。台湾应该像乌克兰一样，重新发一把枪指你。还不到这个地步。俄乌战事引起国际变动，台海局势正受到制重。外交部阁提出私人报告，有讲到，假使中国因若是错过这个情势，对台来采取军事行动，安尼因一定会付出真大的代价。国防部长邱国正因就认为讲，便若是战争起来，大家起兵人多，安尼大家拢会稀累咧。我想这个作战大家都不愿意的啊，那他真的要多考虑啊，就是惨弄不惨透，一旦作战的话，讲真的，大家都很惨痛。最近国防部密切注意台海边仔的情势，并无来发现到中共的兵力有这个调动的异常。国安局嘛头一遍来证实讲，共计3月顶旬伫南海落海以外，因来搭伫中共因讲的南海九段线的主权范围内，目的就是讲要来趁全球拢伫聚焦俄乌的冲突，来测试美国甲其他国家的底势。中共寻求最佳时间点来介入牟利。中共在俄乌之间存在有战略上的利益。国安局讲，中共因是有意思要趁这个俄乌战事的时阵，煞咧对台湾来采取复合式的威胁手段，并且望讲会当来消磨咱的国防资源。看即摆乌克兰的民众，佫展现因的爱国心，台湾民众嘛拢大多数来表达讲守护台湾的意愿。女性也是讲免疫的，这是不是当来接受军事训练，拢来当做关心的话题。当然可以演绎爱国不分男女老幼的，但我们在目前这个做法有个年龄层限制，为它成立一个规则。一旦作战了，任何人他要参与，我们绝对乐观其成。对此，国防部表示有赞成，分配工课无一定讲就是加入战斗兵员，嘛会当有可能来当做勤务，也是讲战斗支援的人员。另外，义务兵是不是会当延长到1年？邱国正表示讲，延长确实会当来增加战力，不过目前还阁无定论。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中国威胁，国防部要启动国造飞弹量产计划，其中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香山反舰飞弹，还有射长度的天宫3型飞弹。中科院3月底也要伫咧东部的九平基地进行试射。虽然中科院无讲要试什么款的飞弹，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家己生产飞弹对反制中国的威胁甲入侵有正面效果。
中科院真侪届进行火炮测试，面对中共的威胁，国防部启动各型飞弹量产计划。根据国防部应该定期提交计划、各项完成计划甲困境说明报告，各做各型飞弹特别量产，包括陆射、海射型减二飞弹系统、天宫3型防空飞弹、向3超音速反舰飞弹、向2甲向升飞弹、慢舰弹等。敌人在这个就是进入这个半径之后是很难逃脱的。那第二个就是防卫用的这个就是反制飞弹。对它的机场就是还有雷达，还有4ISR 指挥中心这些军事目标进行压制。中科院最近公布射击通报，3月24、25、28、29，要伫9片基地试射飞弹，上大弹道关度无限悬。虽然无说明试射的种类，不过也引起外界联想。面对中国一直威胁台湾，强机强艦一直扰台，国际上美国、日本也加强挺台湾，和中国国防部往那丢卡遁地。美日在台湾问题上闹得越欢，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就会出手越硬。必须指出，对于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姑息，露头就打。中共军队对台湾文攻武吓拢无停。刘伟辉讲，中共无放弃武力犯台，甚至对外扩张，这才是台海无稳定的根本原因。爱中国认清楚问题对倒来。我们认为，中共当局应认清问题的根源，停止对台军事恫吓行径，而非规则台湾、美日。台海情势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真受国际注意。刘伟辉是讲，中共目前的目标要确保年底20大前内外部环境爱稳定，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延任来做事，研判短期间内未相相相关紧张情势。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继续伫咧拍，罗西亚也已经占领乌克兰的核电厂路，引起世界惊吓。今仔日咱台湾嘛有几多个反对核电的团体站出来谴责罗西亚，搁再发起反核电数，声援乌克兰。罗西亚攻占乌克兰车洛比的核电厂，而且甲发电切断，毋但周围国家、全世界拢对是毋是会造成辐射污染有疑虑。台湾的反核团体车站发起联署，声援乌克兰嘛谴责罗西亚。过去的战争里面可能都没有离核电厂这么近，而乌克兰是一个使用到51%的核电，而他们境内的核电厂不但有欧洲最大核电厂，甚至还有当年的车诺比核灾的遗迹，这些都导致让核灾的风险前所未有的距离世界是如此的接近。反核团体表示，因自七日伫全国废核行动平台联署到达，已经超过50几个团体来加入。因嘛重申战争甲冲突无应该伫输核灾来重演。日本311核灾，佮有车诺比电厂的伤痛，拢是咱的照镜。因此，我们很希望核四厂既然在公投否决之后，我们希望核四厂能够尽早的去把它拆厂，然后转型。我们虽然核电厂都即将迈向除役，可它仍然是一个威胁，所以更迫切的需要来好好的讨论我们核废料如何放置。反核团体强调会继续监督政府来转型，嘛会继续替乌克兰人来联署。行政院关林辉时表示，车诺比电厂虽然断电，不过国际关注林总署发布的上新消息，认为对安全也无真大影响。目前国内环境辐射监测数字嘛拢正常。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伫咧网络顶头有真侪迄款受人抄打，或者是伊个人性温水影片伫咧流传，甚至是有甲这影像内面的人改头换面。也因为网络的世界真歹对查，受害者会当讲是不计其数。为着要防止这性暴力犯罪，行政院会伫7月通过《性暴力犯罪防治相关司法案》的修正草案，要来甲这罪行加重，接落来会送到立法院审议。南韩去年发生恩荷房事件，有74个女性被逼翕性影片。网络名人小玉去年涉嫌用深度伪造 deepfake 的技术做画面影片，包含间界真侪女性受害。为了有效防止性暴力犯罪，行政院会7月通过《刑法儿童甲少年性剥夺防治条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等4项修正草案，检定罪责提高刑度，送立法院审议。本次修法是从被害人的需求出发，架构防护网络，以妥善的维护被害人的权利。首先，我们是以刑法立专章以及在儿少性剥削条例加重刑责的方式，
去嚇阻犯罪。修法的重点包括增订无经过别人同意翕也是录性影片，相当处3年徒刑；另做有散布行为，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徒刑；有意盈利来散布，爱加重伊的刑责一半；另做是强暴胁迫加重刑责，相当处5年的徒刑。为着阻止侵夺伪造deepfake的乱象，另做制作也是散布不实性影像，相当处5年的徒刑；想要盈利，相当处7年的徒刑。他有时候这个不实的性影像。有时候造成真假难辨的，这个对被害人人格权益的侵害的程度，不低于真实的性影像的被害者。那所以我们特别给他增订加以处罚。另外，针对网络性暴力犯罪，被害人是以儿少妇女较济；针对儿少性剥夺防制条例也做部分修正。儿少互人翕、家己翕性影像，相当处10年徒刑；有散布行为，相当处7年徒刑。境外散布儿少性影像罪也纳入处罚。无正当理由持有这个儿少性影像，以及支付对价观览儿少这个为性交猥亵行为，过去是采行政罚，那这一次修法把它调整为刑事罚，同时得并科罚金。这个修法也规定，网络业者即时移除不法性影像的机制，包括限制看的人通知警察机关的义务，犯罪资料至少要保留180天，予司法甲警察机关调查，违反会罚6万至60万。不过，所谓努力人民表示，陆建政府就防治所谓性别暴力向前进一大步，不过无用专法来防治，感觉遗憾甲失望。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台湾的人工生殖法，敢若允准未生翁仔宝会当去做人工生囝，不过细则无包含着同性恋所组成的家庭。民间团体伫今仔日甲立委伫咧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希望会当赶紧推动修法，互查某同性恋的家庭会当伫台湾有合法的人工生囝。规岛顶的药仔拢是接受人工生殖所需要，林小姐甲伊的牵手想要有囡仔，家伫台湾敢若允准不孕夫妻做人工生殖手术，只好到干保济做手术。另一个同性家庭的何小姐是选择到日本做手术，讲到这段过去，因着拿后甜。我取完卵之后回来6天就直接送急诊，抽出900cc 的腹水，因为我得了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这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去年更听到有不孕症夫妻，台湾的异性恋不孕症夫妻可以享有人工生殖补助。说实话，补助我不敢想，我唯一的奢望就是希望之后如果我们要做试管婴儿，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林小姐表示，伊伫干保济进行的手术，全部的费用差不多是100多万。何小姐伫日本接受2摆的人工生殖手术，总共嘛爱200万。若是到美国，虽然1摆是30万，但是加上交通、居住等等费用嘛爱100万左右，比伫台湾做1摆17万左右，实在是差真多。在现有的这个人工生殖法里面，在现在这个阶段，只要妻有子宫，就包含是女同志的配偶，其中一方的妻有子宫，其实它就符合现在人工生殖法的规范，它不需要去做大幅度的修改。民间团体表示，目前敢若允准不孕夫妻会使接受子宫婴仔的手术。等咧，甲立委推动修法，将女同性恋家庭嘛列入允准名单。郭建书表示，因为这番意见真济，也搁伫咧寻求共识。男同性恋家庭的部分，民间团体表示，因为牵涉到代理孕妇等等议题，影响层面搁较宽，又搁咧参各界沟通。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唔知影你手机号码已经用几档咧？这是最近正清的一个话题。伫17年前，监警院有研发出一种技术，会当甲国内电信业者的资料库整合起来，就当解决民众想要换电信业者，却无想要换电话号码困扰咯。品牌型号侪款的手机伫拄仔来摆甲真整齐。过去民众的手机想要换电信公司，就连号码做伙换。也则讲，迄时阵嘛真侪民众拢感觉真麻烦。各电信业者纷纷的出笼，然后都会抢先客户，所以都会绑定客户，所以就是不会让客户让他们转门号。那之后一些客户的不满，所以就是经过一些申诉，经过一些澄清，那电信业者就慢慢的开放。其实关键是17年前，监警院透过一款技术，整合台湾所有电信公司的资料，
才有民众后来无论是换倒一间电信公司，号码拢会使免变。有人号码一申请，就用几啊档拢无换。我的手机号码我用了23年，又有315天，等于要用了24年。为什么会这么久？因为是我爸爸妈妈的手机，就是我妈妈以前的手机，然后就沿用，因为号码很好记。在整个的电信系统的后面就建置了一个号码可惜系统，当别人打这个电话给你的时候，他就不是按照这个号码去判断电信业者，他就到这个系统来做号码的解析，然后来看看你这个地方如果有登记号码可惜的话，再看看你吸到哪一个新的电信业者，他就把这个人家的发话过来的这个号码，经过这个系统，帮你判断说转到适当的电信业者去。当初是有新加坡甲马来西亚来台湾想要学，包台湾科技研发技术在国际上出名，嘛因为免换号码，为这人供应灭事的成本拢省落来。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有真侪国际比赛拢改做是线顶进行的，亲像2021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就是改做是线顶比赛。咱台湾和另外9个国家，计共有159件作品，大家来车拼，落尾咱台湾是摕到19块金牌。民众出来的假期，伫开拖的过程中，就可能重心无稳起倒，造成永久治也是民众防地伤。也毋过只要伫底部加2块板，就会当稳定重心，降低安全风险。柜子拉开后，因为连杆机的关系，所以会牵引下方的重心支撑脚一并伸出，就可以降低它的重心，并且增加底面积，就可以防止如果有小朋友爬上柜子时，柜子倾倒的风险。几位学生的设计，拿申请专利，也佫得到2021世界青少年发明展金牌。除了这之外，也佫有学生关心邱宪坤团队农作部的危害，所以研发一款 AI 智慧辨识诱捕器。AI 的智慧辨识，训练它可以辨识出蚯蚓菌虫长什么样子。它把讯息传送到这个上面，如果辨识结果是蚯蚓菌虫的话，就会传送到农民的手机上。实际饲养蚯蚓菌虫，然后呢，最后等它死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做成标本，然后再进行让它训练。结合 AI 大数据、定值设计甲太阳能发电等元素打造，这种诱捕器判别邱宪坤堂的准确度已经有8成，未来也会当提升。第17届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因为疫情影响改做线顶进行，台湾代表团成绩真出色。500队里面选出50队，50队来参加国际上的话，你看我们有19组得到金牌。学生为生活经验、敬老金、伫安全健康、灾害应变等领域，拢会当创意实践，拢总得到19金、15银、20铜甲2项国家特别奖。毋望未来会当朝向商品化进行，开创更较侪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对2月1日开放福岛5县市的食品进口，即马就立委批评讲，这抽查的比率恐惊是无到0.3%。不过食药署强调，这采检对这货品来源抑个标示等等拢有伫看过，也强调讲到目前为止，拢无福岛5县市的海产进口的申报记录。台湾对2月1日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食品进口，关联会统计全台湾会当共同检验的单位有7、9、10个，逐年会当检7万件。卫福部承诺讲会严格把关100%逐批抽检。不过立委指出，若照食药署查验的作业要点来看，货物总量若1000件的时阵，简单会拆5件采检，采检率0.5%。准若是3000件的货，简单会抽9件，采检率0.3%，批评根本无够。应该是每一件打开，每一件至少都要采600克嘛，就是这么卑微的要求。未来这些核废水要排出来了，应该要再加严这些日本的水产。民间团体也指出，去年2月份，福岛的渔民伫咧新地顶外海8.8公里的水域，已经掠到辐射铯浓度超过日本食品标准5倍，要求食药署就要增加抽检量。对伊开始报验，阮就对伊的产地的来源无共的成品品名。关切了的时候，阮就伫因即马这查验办法内底有分不同的强度。秋刀鱼啊，还是迄个尾鳍鲨，风险较悬的迄个鱼啊，洄游性的鱼类咱会来采。所有的渔获，我们已经增加到迄个采检500件。
目前是拢无检测到辐射。渔业署表示，国内对日本福岛附近高风险管洋掠回来鱼仔拢有严格查验，即阵拢无验出有辐射反应。也那食药署表示，对今年1月份到达约无日本福岛5县市水产进口的申报记录，强调采检率未来也会看风险随时调整。记者阿明金、郑海文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3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是对13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是对13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